平區馬，要弑君奪位咁話。有點大王之位，向來都係有能者居之。我呂不韋要後悔白白等咗呢10幾年。廢話少講，王戰，還不同我立即捉拿此逆賊，厚地定罰。速速將亂臣賊子拿下。王戰，你癲咗！王展若然聽命於你個亂臣賊子，就真係癲咗。王展既然係受命於大王，就只要聽命於真正嘅大王，並唔係區區一道虎符。本大王用到城外所有呂蒙黨羽，已經一網成擒。做得好，呂不韋，你以為手握虎符就可以妄想取代寡人？你未免太低估寡人嘅能力啦！王展，將呂不韋同所有叛黨一並押回咸陽，聽候寡人發落。